而家我哋一齊做一個3分鐘嘅呼吸練習。你可以隨時隨地都做呢一個3分鐘嘅呼吸練習，去平靜自己。你可以坐低，又或者企起身，盡量保持一個安穩嘅姿勢。如果你鍾意嘅話，可以慢慢合埋眼睛。第一步，將你嘅注意力集中喺所有你留意到嘅嘢，包括係一啲外界環境嘅聲音啦，又或者係一啲嘅諗法、一啲嘅片段、一啲嘅影像喺你嘅腦海入邊，又或者係一啲嘅感覺、一啲嘅情緒，舒服或者唔舒服，又或者係一啲身體嘅感覺。留意你所有觀察到嘅嘢。第二步，慢慢將你嘅注意力集中喺你嘅呼吸嗰度，留意小腹嘅一起一伏，一吸一呼，空氣點樣由外界嘅環境進入去你嘅身體，空氣點樣由你嘅身體呼出去外界嘅環境。留意每一吸，每一呼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分咗心嘅話，你可以慢慢咁溫柔咁將你嘅注意力放返喺你嘅呼吸嗰度。第三步，慢慢將你嘅注意力擴展到去成個身體上邊，由頭到膊頭，由雙手到身體，由大腿到腳掌，都好似喺度呼吸緊咁樣，成個身體都好似喺度呼吸緊咁樣。當我倒數5聲嘅時候，你可以慢慢擘大雙眼。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擘大雙眼。